在漫漫人生长途中，每一步的堆积皆是未来成功的基石。世间万物的变迁并非瞬息之间便可达成，犹如严寒刺骨的冰封，并非只经历一夜寒风便能凝结成坚硬的冰层。长时间的冷冽积累，方能使湖面风动，使江河沈没于寒冬之下。同样的，一滴水若要穿透坚石，也绝非片刻之间的事，而是需经无数次的滴落、冲刷、累积，方能在坚硬如铁的岩石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这一切皆告诉世人，任何伟业的成就，无不来自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坚持不懈的毅力。凡欲远行高攀，皆需稳健前行，不可妄想一步登天。山岳之巅虽令人神往，然若无稳固脚步，贸然攀登，则难免摔落悬崖。成功者皆明白，一步步前行，才能稳稳抵达顶峰。正如匠人锤炼器物，并非随意敲打便可成型，必须经过千百次捶打、淬火、雕琢，方能使之成为世间瑰宝。世间万物如此，人亦如是。若欲成就大器，则需历经重重考验，唯有在岁月的磨砺中，方能塑造坚韧不拔的品格。磨杵成针的故事自古流传，正是对坚持不懈精神的生动诠释。一根粗壮铁杵，看似坚不可摧，然若日日磨砺，则终能变为细针。这正如人生之旅，初始或许举步维艰，困难重重，人只要持之以恒，总能将难关逐一克服。那些一时的挫折与困境，并非终点，而是磨砺自身的试炼。坚守初心，方能见证时间的奇迹。乾隆在元、静待时机，方能一跃而上，翱翔9天。世间聪慧之人，皆懂得积累与审前之道，并非所有成功都需即刻展现。真正的强者，往往能耐得住寂寞，在默默耕耘中积蓄实力，当时机成熟，便能一鸣惊人，成就非凡。这种智慧与耐心，正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。厚积而后薄发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草木经历春雨滋润，夏日繁茂，秋收丰盈，冬藏养息，才能在来年春日再次萌发新绿。人生亦如四季轮转，凡事皆需经历积累，耐心沉淀，方可厚积薄发。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，自然能突破瓶颈，迎来更高的境界。仰望9天，祥云飘渺，那是无数坚持与努力换来的光景。世上所有的辉煌成就，无不源自持续不断的努力与不屈不挠的信念。每一次挫折，皆是成功前的试炼，每一次跌倒，都是未来站得更稳的铺垫。只要步履不停，心智坚定，终有一日能立于云端之上，俯瞰过往荆棘，笑谈一路风雨。世人往往羡慕那些站在巅峰之上的人，却未曾思考他们曾经付出过怎样的努力。每一位英雄背后，都藏着无数日夜的坚持，每一项伟业之下，都流淌着汗水与辛酸。世间的成败，从来不是一时之事，而是常年积累的结果。正如河流奔腾不息，终将汇入大海；正如晨曦缓缓升起，终会映照苍穹。真正的成功，不在于短暂的辉煌，而在于长久的积累与不懈的追求。即便是最坚固的磐石，也无法抵挡时间的雕琢；即便是最柔软的流水，也能凭借长久冲刷，改变大地的模样。凡事不求速成，而求稳健积累，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些耐得住寂寞、静心耕耘的人，终会在岁月的沈淀中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那时，回首过往，曾经所有的坚持，皆成就了今日的辉煌。纵使前路漫长，纵使挑战重重，但只要持之以恒，终能步步登高。岁月不负有心人，努力终将有所回报。愿每一位奋斗者，都能在时光的打磨中坚守初心，在困境的洗礼中锻造自身，终有一日能乘祥云直上9天，傲视天地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